后来这个过年期间，就惊民众坐客停车会去互乱划价，所以全国各县市的客停车伫跳钱的迄个表，拢有搁内装一个春节加成的模式。依照台中市来讲，只要开关甲2类，都需要加出50块过年加成的费用。乘客会当看甲真清楚，啊，客停车司机嘛只会当照表收钱，袂当搁黑白来划价咯。你好，我要到车站。好，陈哥你好，我们开始春节计费，后面有4、5公告，加收50块哦。过年时啊，坐客停车每一抓拢会加收50块，较早有司机会用花的，即马全国拢换新的表。过年坐客停车偌济钱，真清楚。很清楚啊，嘿啊嘿啊。看到那个收据上面有印说为什么会加50块，总比你口头直接讲。 或许我会知道说为什么会突然多个50块，跟我平常搭的费率差在哪边这样。以台中市来讲，台中市有将近8000台计程车，为2月初到2月初站。过年期间，若坐计程车加收50块，袂使互司机黑白花。加50块，车子里面显现出来啊。对于商务人士回去报账比较方便，不会有争议。较早计程车伫过年加收费用拢是用讲的，较好引起纠纷。 今嘛有过年收费的系统真清楚。民众拿到收据之后就确认说他的车子是不是有被超收，如果有疑义的话，可以跟我们1999来做一个反映。过年时啊，有真侪外国人客，台中市交通局嘛特别印中英日文的大纸，请计程车司机搭伫车内，和外国的朋友嘛知影。